年进前，物件开始起价，机能卫生纸、便当拢起价，就惊弱势学生食袂饱。台中市长罗秀燕宣布，安心餐券会自原本的50块增加到65块。那因为我们是大量招标，也因此呢，预计孩子们我们提高到65块，孩子们大概可以吃到72块到75块钱一餐哈。台中市目前高中以下学校的学生有30几万人，经济弱势家庭的学生平常时拢有免钱的营养午餐。不过到休困日寒暑假，都要提餐券到5大超商超市1300间门市来换餐，今年预算增加5700万，不过市府也是要杀。受惠的孩子大概21000人左右，那会增加我们的预算大概是5700万元。那虽然增加预算，那增加台中市政府很大的经济财务负担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孩子们吃得饱。这个政策估计伫4月初1开始实施，让弱势家庭嘛会使伫这波起价风暴之下安心成长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